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6月26，诗篇30篇50安尼讲：伊的生气只有一时的久，伊的恩典到一世人。虽然规暝有天哭，天一个光就有欢喜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恩典到一世人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圣洁佮公义的上帝，你用以色列的称赞做宝座，也是永远的懊恼设立宝座的活命主宰。主啊！伫你的公义审判中，治水通徛袂牢啊！主啊！阮所犯着的，就是得罪你尔定。求你照你的慈爱怜悯阮，照你丰盛的慈悲，撤销阮的过失。主啊！因为阮倚靠你。主啊！求你因为你名的缘故，赦免阮的过犯，因着你极大的疼痛，虽然有生气，总是只有一时仔久。你的恩典到一世人，虽然规暝有天哭，天一个光就有欢喜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。